我哋今日要嘅題目咧就係與神同行。你同你隔籬嗰講啊，我要與神同行。我哋咧要做一班係與神同行嘅人。今日個分題咧就係謙卑同行者，其實咧就係配合今日我哋背嘅聖經嘅嚇。神向我哋嘅要求咧就係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嘅心與神同行。點解咁突出謙卑，而唔係話存一個愛慕嘅心與神同行咧？存一個咧即係敬畏嘅心與神同行咧？存一個咧智慧嘅心與神同行咧？點解係謙卑咧？我哋其實各人喺人生裏邊都經歷好多唔同嘅階段。喺聖經裏邊，我哋睇到好多聖經嘅人物，佢哋嘅人生咧都係一個與神同行嘅人生，係咪啊？譬如聖經第一個記載與神同行嘅人，有冇人知係邊個啊？喺創世記第3章嘅應該係以諾與神同行咗300年，並且咧生兒養女。我哋睇譬如好似喺舊約聖經嘅人物，亞伯拉罕係一個與神同行嘅人啦，大衛係一個與神同行嘅人啦，係咪啊？咁但係咧喺眾多舊約嘅人物裏邊咧，如果你話佢嘅人生係最多見到咧神好超自然地介入，有好多神奇妙嘅作為嚟顯明呢一個人係與神同行嘅人，你會講係邊個啊？摩西啦，係咪啊？咁咧，其實咧，今日同大家讀嘅聖經嘅背景咧，就係當時咧，即係摩西按照神嘅吩咐，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咗埃及，行咗一段時間曠野，終於咧就去到西奈山。喺西奈山下邊咧，神佢親自嘅降臨，同以色列人講説話，頒布10誡。當時因為神嘅同在降臨，係令到以色列人咧，包括摩西在內咧，都好恐懼戰驚，以至於咧啲百姓就同摩西講：不如請你求下耶和華神咧，唔好同我哋講嘢，太可怕啦！有啲咩嘢你同神去領受咗個吩咐之後，我哋一定會遵守嘅嚇，一定會聽話嘅嚇。你上去同佢講啦咁。咁於是咧，摩西就上咗西奈山咧，向神領受寫咗10誡嘅嗰個法版啦，同埋喺山上面領受神吩咐以色列人嘅律法。當摩西喺山上面停留咗40日，以色列人咧好快就遺忘咗當初神所頒布嘅10誡，其中一條就係咧不可做任何嘅偶像去跪拜。佢哋咧就擔心咧摩西唔知真係上咗呢個山遇到神咧已經瓜咗啦，唔知去咗邊啦。咁咧於是咧就要摩西嘅哥哥亞倫咧為佢哋做一個像，當佢係耶和華神嚟拜嚟帶領佢哋繼續向前行。咁於是咧喺山上面，摩西就與神同在嚇，領受律法。喺山下邊咧，以色列人咧就用黃金做咗啲一個金牛仔嚟咧去拜去獻祭，而且咧喺嗰個嘅嗰個獻祭嘅過程當中咧，古代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好可能係涉及一啲淫亂嘅事情嘅。咁喺嗰個時間咧，神就發巨大嘅烈怒啦，係咪啊？即係你想象一下。即係如果一對新婚夫婦，佢哋去度蜜月，係去咗巴厘島啊、馬爾代夫啊咁，然之後度緊蜜月嘅時候，其中一方出軌，另外一方知道嘅時候，會幾嬲得幾緊要係咪啊？原唔原諒到咧？又或者譬如話有個人啱啱同公司簽咗個聘用合同，新同事嚟咗間公司做嘢啦。但係就趁住大老闆出差嘅時候，攞公司嘅資源咧，去私通公司嘅競爭對手，做私幫生意。你話如果大老闆知道呢件事嘅時候會點啊？實冇情講啦，係咪啊？一定必炒啦。咁當時咧，
神就公佈咗一個決定，就係跟住我哋咧讀嘅聖經，喺一個嘅出埃及記第33章嘅經文，我哋一齊起立讀呢段嘅聖經好嗎？準備1、2、3起。耶和華吩咐摩西說：去，離開這裏，你和你從埃及地領出來的百姓，要上到我起誓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之地去。我曾對他們說：我要將這地賜給你的後裔。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把迦南人、亞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趕出那流奶與蜜之地，但我不與你們上去，因為你們是硬着頸項的百姓，免得我在路上把你們滅絕。摩西對耶和華說：看，你曾對我說，將這百姓領上去，卻沒有讓我知道你要差派誰與我同去。你還說，我按你的名認識你，你也在我眼前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認識你，並在你眼前蒙恩。求你顧念這國是你的子民。咁於是咧，摩西就向神求情啦。跟住啦，耶和華說：我必親自去，讓你安心。摩西說：你若不親自去，就不要把我們從這裏領上去。現在人如何得知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豈不是因為你與我們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與地上的萬民有分別嗎？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所說的這件事，我也會去做，因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並且我按你的名認識你。摩西說：求你顯出你的榮耀給我看。耶和華說：我要顯示我一切的美善，在你面前經過，並要在你面前宣告耶和華的名。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誰就憐憫誰。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面，把迦南人、亞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趕出那流奶與蜜之地。但係啦，頭先嗰段聖經係呢段聖經已經讀咗噶啦。我哋不如可以坐低先，唔好意思。呢一度咧係重複翻頭先咧，我哋一開始嘅時候讀呢一個嘅出埃及記第33章嗰段嘅經文。神咧，因為以色列人佢哋違背同神之間嘅約，喺山下邊做金牛犢嚟拜，以至於咧神咧當時咧做咗個決定，佢決定咧唔同呢一班百姓咧係一齊上去應許之地啦，因為咧費事咧佢哋繼續硬頸，繼續得罪神，最終咧會引致咧神嘅審判，引致咧神嘅刑罰。神咧就決定咧派佢嘅使者同啲以色列人去幫以色列人得着咧應許之地。呢一段聖經咧值得留意嘅咧就係喺呢個係第2節。第1節咧，神吩咐摩西話：你去將嗰班你喺
呢一個埃及地帶上嚟嘅百姓帶去應許之地啦。我會派我嘅使者去幫佢哋咧得着嗰個地嘅。個可圈可點嘅地方喺邊度咧？第一節可唔可以打返出嚟啊？第一節嗰度話喺呢度咧，本來喺山下邊咧，神同呢一班以色列人係立咗約嘅。呢一班以色列人話要以耶和華神作為佢哋嘅神，神係以呢班嘅百姓係作為佢嘅子民，係屬於佢嘅子民。但一班本來係屬於神嘅人，神喺度唔再講你帶我嘅子民去應許之地啦。神點講啊？神同摩西講：你帶呢一班你喺埃及帶出嚟嘅人去應許之地啦。個分別喺邊度？大家睇唔睇到啊？嗰班人都唔守神嘅約，佢哋喺呢一個時刻歷史時空，神其實都唔當，即係準備唔當呢班人係屬於佢，唔當呢班人係佢嘅子民。神只不過要完成佢當初對呢班以色列人嘅應許，應承咗要俾佢哋即係呢個應許之地嘅地方，佢俾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嘅後裔。神完成佢當初喺幾百年之前嘅承諾咗嘅嘢，但係喺呢一個歷史時空，喺呢個時刻，如果摩西話咁好啦，咁我帶以色列人上去啦，咁你記住派個使者嚟幫我哋喎，咁我收貨，咁我就一上去啦，咁可以發生嘅事情就係嗰班人同神越行越遠，最終其實係冇關係，分道揚鑣。神，我哋翻去頭先嗰段嘅聖經，神可以派佢嘅使者完成嚟滿足我哋最大嘅心願，甚至乎如果神話我派我嘅使者滿足你人生裏邊你最想要嘅嘢，俾晒你，而且從此以後佢唔會再監察你，佢唔會再督促你，你可以咧自由自在咁過你嘅人生，你會唔會想係咁嘅咧？講真嗰句，係咪真係唔想？因為其實暗底裏邊有啲時候都情願係咁，即係攞咗張天堂嘅入境證，然之後到了時候就可以即係領取天堂即係嗰個單位。但係呢段時間做自己中意做嘅嘢，過自己中意嘅人生，會唔會其實係好多今日承認耶穌係主嘅人真實嘅狀況，或者某部分嘅時候嘅狀況呢？其實喺當時嚟講，以色列人佢係已經離開咗個為奴之地，佢哋係向緊神應許佢嗰個好嘅家園嗰度進發，但係個路途咧其實係好辛苦嘅，係曠野嚟嘅。咩係曠野？即係沙漠，即係話咧好乾旱，好難揾到水，好多時候咧亦都唔會路上面有食物食，每日都係要食同一樣味道嘅食物，食好長一段時間。如果你今日經歷緊一份好艱難、好辛苦、好厭惡嘅工作，但係而家喺你面前將會有一個咧你夢想中嘅工作同埋工作環境嚇，而且咧神話咁我咧唔介入嚇，總之咧你跟住嗰啲人生會好掂噶啦，你會好即係豐衣足食噶啦，你樣樣嘢咧心想事成噶啦。但係嗰個係咪就係我哋最想要嘅嘢咧？如果你遇到一個大老闆，佢話咧個大老闆同你講，佢話我費事咧一陣間俾你激親，炒你魷魚，不如咁，從今以後我唔直接揾你做嘢，我請我嘅秘書咧有啲咩要你做咧，我請我嘅秘書同你講，請佢幫你安排，一樣會照升職，一樣會照加人工，一樣會出花紅嚇。你唔需要咧同呢個大老闆咧有任何嘅接觸，直到你退休。咁會唔會呢個其實都係我哋中意嘅工作咧？
呢個係即係理想嘅工作嘅一個安排，簡直係 dream job 啦，簡直呢反應啦咁。但係有一個人叫做摩西，摩西咧拒絕咗呢一個嘅 offer。摩西同神講：你唔同我一齊去，就情願你唔好將我哋喺呢一度咧帶上去應許之地。咩話？你情願留喺個沙漠度，情願以後幾十年食一啲冇味嘅餅，即係嗎哪，食足即係以後嘅人生喺個即係周圍好難揾到水嘅地方，即係你中意啫，同你一齊嗰幾十萬嘅以色列人。我想問大家，當時嘅你估當時嘅以色列人，包括亞倫，佢會點揀啊？認為啲以色列人，包括亞倫，會接受神嘅建議嘅，請舉手。認為佢哋會唔歡迎神呢個建議嘅，請舉手。即係揀要接受，因為揀好似摩西咁，情願唔去嘅，或者咁講，啲以色列人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事，定係即係神唔同佢哋一齊去？啲以色列人覺得呢個係一個好事，定係一個壞事？認為佢哋覺得係好事嘅請舉手。認為佢哋覺得係壞事嘅請舉手。你認為係好事嘅請舉手。咁其實咧，我哋冇人舉手啦，係咪啊？其實啲以色列人都唔係唔識貨嘅喎，因為咧喺第33章開頭嘅時候，神公佈咗呢個安排咧，唔係即刻跳到後邊摩西同神去請求嘅嗰段經文嘅，中間形容咗咧，以色列人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咧，以色列人覺得呢係一個大嘅噩耗啊，一個非常之巨大嘅壞消息。以色列人都知道大鑊，以色列人都知道咁樣係唔掂嘅。當然佢哋可能未至於好似摩西咁決絕話，咁就情願唔去。但係佢哋都知道咧，係呢一件唔係一件好事。摩西呢一個嘅選擇，表達咗啲乜嘢嘢咧？係講緊一個人，佢寶貴，佢睇重神自己，同埋神嘅同在，神同佢嘅同行，過於咧其他嘅目標，過於任何嘅一個目的地，任何嘅理想。或者理想嘅人生，大家同唔同意啊？摩西覺得有神同佢同在，或者同以色列人同在，緊要過晒過點樣嘅生活，緊要過晒過點樣嘅人生，緊要過晒得唔得到神應許嘅應許之地。點解佢覺得呢樣嘢咁緊要呢？佢話：豈唔係因為你同我哋一齊去，即係你同我哋同行啦，使到我哋同埋地面上嘅萬民有分別咩？摩西明白一樣嘢，佢知道咧，以色列人係神所揀選咗嘅一個民族。以色列人，佢同埋以色列人同呢個世界上嘅萬民係有分別嘅，因為神以佢哋作為佢自己嘅子民，同神有一個好緊要嘅關係。如果神唔再同佢哋同在，即係話神同佢哋分道揚鑣，無論分道揚鑣之後有幾多好嘢，佢都只會同神越行越遠，最終係同呢個世界唔認識神嘅人，其實係冇分別。嚟到呢一度咧，即係我哋翻返去一開始嘅時候，問大家個問題：與神同行嘅人需要有啲乜嘢關鍵嘅質素咧？可唔可以幫我跳去下一頁？與神同行嘅人有啲咩關鍵嘅質素咧？
喺聖經裏邊咧，其實我哋睇到咧唔同嘅與神同行嘅人咧，佢有啲好突出，係嗰個人一啲好一睇到嗰個人或者提起嗰個人咧，你就會聯想到嗰個質素嘅。譬如舉例，你諗起亞伯拉罕，你諗起咩質素啊？信心啦，係咪啊？信心啦。如果你諗起大衛，你會諗起佢係個咩人啊？點樣嘅人啊？係一個合神嘅心意嘅人啦。而呢個合神心意咧，係基於佢一個係真心地好渴慕神，對神好有興趣，好愛慕神，以至於佢成為一個合神心意嘅人，啱唔啱啊？咁其實唔同嘅聖經人物咧，其實佢都有啲特質嘅。咁但係咧，有一個特質係聖經裏邊咧突出咗一個同神同行嘅人咧，好重要嘅特質。都係咩特質咧？世人啊，要話以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嘅係乜嘢咧？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嘅心，與你嘅神同行。存謙卑嘅心與神同行，喺聖經裏邊咧，特別突出咗咧，與神同行嘅人咧，好需要、好重要一個特質，就係謙卑嘅心，啱唔啱啊？點解唔係愛慕神緊要，即係與神同行咧？存愛慕嘅心與神同行咧？點解唔係存一個敬畏嘅心與神同行？點解咁強調存謙卑嘅心與神同行咧？咁一陣間我先回應呢個問題。但係如果大家諗起摩西嘅時候，大家有冇聯想起聖經裏邊提到摩西嘅有啲乜嘢佢性情嘅特質？聖經咧記載咗咧話咧，摩西咧為人極其謙和，勝過地面上的任何人。喺有記載到摩西嘅經文裏面咧，似乎冇記載摩西其他嘅性情或者其他佢性格嘅特質。唯一一個特別地提出嚟或者記載嘅咧，就話佢係一個極其謙和，即係humble 謙和嘅人。點解與神同行嘅係一定要謙卑咧，而唔係傾慕啊、敬畏啊、順服咧？我哋一齊讀呢一段咧，係雅各書嘅經文，好唔好啊？準備1、2、3起。但是他賜更多的恩典，正如經上說：神抵擋驕傲的人，但賜恩給謙卑的人。要在主面前謙卑，他就使你們高升。其實前面嗰節聖經咧提到有兩種嘅特質，一種咧係負面嘅特質叫驕傲，後面嗰種係正面嘅特質係謙卑，係咪啊？其實驕傲同謙卑大家都知咧，其實係啱啱相對應嘅，係相反嘅。一個謙卑嘅人就唔係一個驕傲嘅人，一個驕傲嘅人就唔係一個謙卑嘅人。原來聖經話俾我哋聽，點解同神同行謙卑咁緊要咧？因為如果一個人唔謙卑咧，佢就係神敵擋嘅人嚟嘅。點可以同神同行咧？神敵擋嗰個人喎，咁大家點可以一齊行咧？我曾經聽過有弟兄咁樣一講嗰句説話，係令我咧過咗30年咧，我都仍然印象好深刻嘅。就係講呢段聖經嘅時候，佢咁講，佢話咧：如果神賜恩典幫助你，有邊個可以敵擋你咧？但係如果調翻轉，如果神敵擋你嘅話，邊個幫到你咧？係咪好真啊？我覺得真係好真，即係呢個係令我咧好長嘅時間咧，我都唔能夠遺忘。咁我哋大家承認嘅，我哋其實要謙卑嘅，係嘛？我哋都想同神同行嘅。咁但係首先唔講咩係謙卑之前，先講下乜嘢唔算係謙卑咧？當神最初去揾摩西嘅時候，摩西咪話佢自己唔得嘅，係咪啊？即係佢冇能力可以帶以色列人離開埃及。
佢亦都話佢自己冇口才，啱唔啱啊？摩西話自己唔得，話佢冇能力冇口才，呢一種嘅態度係咪謙卑呢？認為係嘅請舉手，認為唔係嘅請舉手。點解你認為唔係呢？覺得自己仲啱過神。係啦，冇錯啦，係嘛？阿 Lin 講咗個真相啦，佢覺得佢自己啱過神啊嘛。神託付佢做一樣嘢，神想做嘅嘢，冇理由係做唔到㗎，啱唔啱啊？但係摩西認為神託付佢係錯啊嘛，呢個決定，神託付佢係會唔掂啊嘛，係因為佢自己唔掂會令到神唔掂啊嘛。佢覺得自己嘅判斷比神嘅判斷更加正確啊嘛。但係會唔會其實我哋好多時候都係咁呢？我哋好多時候都其實覺得自己啱過神呢。所以自卑呢，唔一定係謙卑嘅。我幾時有唔謙卑呢？而家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冇錯。阿 Lin 講咗個真相，佢真係好認識我。自把自為嘅時候啦，自以為是嘅時候啦，自己以為自己搞得掂嘅時候啦，口裏面或者心裏邊否定神嘅吩咐嘅時候啦，自我中心而唔係以基督為中心嘅時候啦，唔願意認罪悔改嘅時候啦，又或者當有人佢按真理嚟教導啊，或者責備啊、勸勉自己嘅時候，將嗰啲嘅愛心嘅指導睇為攻擊緊自己啦，會嬲啦，會發脾氣啦，會面色都變咗一個即係嬲出咗嚟啦。不過自己睇唔到啦，以為自己冇嘢啊。我唔係黑口黑面，不過我攰啫。又或者因為傲慢，難以接受神為我哋安排一啲牧者或者一啲幫助我哋嘅人，佢哋嘅規勸啊，佢哋嘅提醒啦，睇自己比其他人強啦，又或者因為自己有啲好特別嘅屬靈經歷啊，為人祈禱有啲好特別嘅嘢發生啊，以至於其實心裏邊其實係有驕傲，覺得自己叻過其他人啦，覺得自己嘅嗰組好過隔離嗰組啦，自己嘅教會好過其他教會啦，又或者其實因為驕傲嘅謙卑嘅相反就係驕傲啊嘛。其實更加直白嘅乜嘢係驕傲呢？譬如包括咗就係覺得喺屬靈上面或者道德上面覺得自己好啱啦，自己冇嘢有冇問題啦，比其他人做得好啦，自己比其他人更加愛主啦，屬靈啲啦，又或者咧喺個關係上面同人嘅關係上面係一個好固執、好硬頸，從來唔受教或者好多時候唔受教啦，好當人提醒自己嘅時候，好快就會有抗拒咗先啦，否定咗人哋講嘅嘢先啦，對抗咗先啦，又覺得自己嘅嘢係啱啦，會攞自己嘅服侍嘅同其他人嘅服侍比較啦，內在心態咧係唔能夠可以即係順服一啲嘅權柄啦，好敏感，即係人哋嘅説話、人哋嘅批評啊、人哋嘅提醒咯。嚇？我哋有錄影嘅，我哋可以聽翻嚇。咁我哋頭先講咗乜嘢係即係唔係謙卑啦？咁乜嘢係謙卑咧？乜嘢係謙卑咧？道成肉身咪謙卑咯。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嚟到呢個世界，佢就係謙卑咯。佢接受父神嘅委託，放低咗佢自己本來有嘅權利嚟到呢個世界，
成為一個有限制喺個有限制嘅肉身裏邊，將恩典同埋真理向世人向我哋顯明。耶穌基督佢謙卑佢自己，全心信服，以至於死，且死喺十字架上面。呢啲咪就係呢個就係咪謙卑嘅榜樣咯？我哋效法基督嘅時候曾經講過。好，可唔可以幫我跳去下一頁？咩係謙卑呢？喺跟住有一段嘅聖經，摩西呢，佢喺神面前，去到喺西奈山上面同神講說話嘅時候，相比於佢當初神第一次揾佢嘅時候呢，係咪完全唔同晒個人？本來覺得自己係啱晒嘅，本來係覺得自己即係堅持嘅嘢係啱嘅，但係嚟到喺出埃及記第33章嘅時候，佢點樣同神講嘢呢？佢話：如果我喺你眼前蒙恩，即係話你對我有非法，你對我神啊！如果你願意俾非法我，你願意讓我喺你眼前蒙恩，求你將你嘅道指示我，等我可以認識你，以至於我可以喺你眼前蒙恩。大家睇唔睇到一個循環嚟㗎？佢請求神將神對佢嘅恩寵 favor 即係求一樣嘢啫，就係神啊！你俾我可以認識你嘅道啊，你俾我認識你嘅話語啊，以至於我可以認識到你，以至於咧我因為認識你咧，我可以喺你面前咧繼續嘅蒙恩，繼續可以得到你嘅恩寵，以至於我更加可以認識你嘅道，我更加可以認識你自己。呢一個就係謙卑啦。乜嘢係謙卑呢？謙卑就係睇到自己同神之間嘅差距有幾大，而唔係睇到自己同身邊嘅人差距有幾大。你同埋我喺度企埋一齊，最高最矮嘅，如果係大成人嘅話，最多咪爭1尺2尺好未啊？係咪啊？但係你對住中環中心啊咁，係咪冇得比啊？你同埋我高度上嘅差距，相對於成座大廈嚟講，係完全無足輕重。同樣地，一個謙卑嘅人，唔係睇緊佢同佢身邊嘅人有幾大嘅差距，而係真正睇到自己同嗰位掌管我哋生命、審判我哋嘅神、評價我哋嘅神有幾大嘅差距。我離開佢定嘅標準，我離開佢嘅要求，我離開佢嘅聖潔，我離開佢嘅公義，我離開佢嘅信實，我離開佢嘅能力，我離開佢所知嘅嘢，仲爭幾遠？因為知道嗰個鴻溝係幾咁大，以至於咧知道自己其實咩都唔係，咩都唔算，乜嘢都冇權話事，同埋知道咧自己其實好需要依靠呢一位偉大嘅神、全能嘅神、永活嘅真神。真正嘅謙卑係基於對神有同埋對自己有確切嘅認知，以至於明白到自己同神同埋神嘅標準個差距有幾大。乜嘢係謙卑呢？耶穌基督咪一個謙卑嘅榜樣咯，係咪啊？點樣知道自己係咪唔夠謙卑呢？有一個好容易可以量或者測度到嘅一個，我哋叫 test paper， 即係我哋以前實驗室做實驗咧，讀中學嘅時候咧，老師咧會俾一啲，即係做讀化學嘅時候咧，會俾一啲叫 pH paper， 就係如果嗰啲嘅液體
佢係有酸性或者鹼性。你只要攞一張試紙pH paper 嗰啲試紙去試一試，就即刻知道咧嗰啲係偏酸性定係偏鹼性，係嘛？定係咧好似水咁係中性嘅，啱唔啱啊？有一樣嘢係好幫到我哋咧，即刻可以咧測度得到我其實係咪其實唔係好謙卑咧？其實我哋都知嘅，其實不過好多時候我哋自己唔覺啫，或者我哋唔願意承認啫。耶穌話：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向我學習，這樣你們的心靈就必得安息。如果今日我哋過緊嘅生活，我哋過緊嘅日子，我哋作為一個信主嘅人，一個跟從耶穌基督嘅人，但我哋心裏邊仍然好多嘢，好多時候其實心裏邊係冇安息 ，unrest 啊！即係我哋心裏邊其實係冇得着主俾我哋心裏邊嘅安息嘅。其實提醒我哋一樣嘢，我哋似乎未係學到耶穌嘅謙卑、柔和謙卑，啱唔啱啊？詳細咧，我希望能夠將來揾得一個機會，好仔細嘅講呢段聖經。但係求主咧俾我哋機會。但係今日到最後尾一次嘅聖經彼此嘅勉勵，聖經喺箴言書度提醒我哋：敗壞之先，人心驕傲；要得尊榮，先有謙卑。神係願意讓我哋咧有尊榮，神係唔願意我哋咧嘅生命係有敗壞嘅。再一次按頭先阿 Lin 所提醒，有啲咩嘢往往我哋其實係睇到我哋自己係唔謙卑嘅咧。好多時候會自以為是啦，自己自把自為啦，或者都自己覺得自己搞得掂啦，口裏邊或者心裏邊否定神嘅吩咐啦，以自我為中心，而唔係以耶穌基督為中心啦，唔願意認罪悔改啦，好難接受其他人嘅教導或者規勸啦，反而好容易一有呢啲咁嘅説話聽到嘅時候，第一個反應就係否認啦、駁斥啦，或者覺得人哋專登挑剔自己啦、攻擊緊自己啦，好容易會發嬲啦、發脾氣啦，好難接受其他嘅牧或者可能接受牧者嘅規勸啦，又或者會覺得自己德行上面好過其他人啦，屬靈上面好過其他人啦，自己個組好過人哋個組啦，自己嘅教會好過人哋教會啦，會將自己啲嘢成日攞嚟同人比較啦，自己嘅服侍同人比較咯，喺心態上面係好容易因為人哋嗰個説話就好容易受傷或者不滿啦。好多呢啲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其實今日神唔係要嚟審判我哋，你係一個驕傲嘅人，你好唔謙卑，嚟責罰我哋。神唔係要咁做，神其實係要幫我哋。神好願意我哋同佢同行，因為要同神同行，我哋必須有個謙卑嘅態度，以至於可以同佢同心，可以同佢同行，可以同佢同步到。所以願意求主咧開我哋每人嘅眼，幫助我哋能夠喺佢面前越嚟越成為一個謙卑嘅人，好唔好啊？好，咁我哋今日講到呢度，請敬拜隊再一次咧帶我哋敬拜。